要落雨去公园坐咧休困吹风，准备迎接高工的连假。好天气对上尾一个工作日要结束啊！愈接近过年，天气会愈来愈歹，为了每迄天的各式各冷。北边的冷高压也在逐渐南下，气温下降，所以明天感受上会比较湿冷，尤其在基隆北海岸。台湾的东南部到恒春半岛这一带可能会有局部的大雨。好年到，煞甲气温早早，小年夜真寒，为了每迄天透早可能敢若剩10度。北部跟东半部地区还是比较容易有一些局部性的降雨，冷空气南下，各地呢，包含中部以北、东半部下雨的几率会再度的提高。冷气团高，为了北台湾的真湿冷，中南部侪分到好天，初一24的出日头，不过温度也是真低。初3阁有方面和冷空气落南，会阁转湿冷。初4、初5全台湾拢真寒，小年夜和初1若是有够湿，温度有够低，3000公尺以上的关山会落雪。过年莫伫路仔塞车，连假前一天各道都有真侪车，各会落南5道路段，速度较无30公里。今天的交通量大概是全日大概在105百万车公里左右，大概是平日的1.2倍。南向初1到初3部分建议会经由下午的时段来出发。那初3到初6要北返的民众，建议用中午以前、早上的时段就先提前出发。高雄局点名春节连假开塞车的路段，包括国一路南由梅到新竹、国3头城到关西、国5南港系统到头城。另外，初2到初4是上高塞车的时间，提醒民众把握看晚出门、较早转去的原则。慢慢袂记得进入各道休息区要注意相关的防疫规范。我是李一文，想要关注体育的朋友们，记得收看52动起来，然后还要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